按时睡觉的小猪。从前有一只可爱的小猪，它的名字叫皮皮。皮皮和别的小动物不一样，它每天都会按时睡觉。到了晚上8点，天空慢慢变黑，星星眨着眼睛，皮皮就会乖乖地钻进柔软的小床，盖好被子，对妈妈说晚安。森林里的小兔子、小猴子常常玩得很晚，他们笑着对皮皮说：皮皮，你真无趣，早早就睡觉。可是皮皮只是微笑，他知道睡眠很重要。因为按时睡觉，皮皮每天早上都精神饱满，起得早，学得快，跑得快。森林里的比赛，他常常得第一。小兔子和小猴子发现自己常常困得睁不开眼，上课也记不住东西。他们觉得很奇怪，就去问皮皮。皮皮笑着说：秘诀很简单，按时睡觉。从那以后，大家都学着皮皮，晚上早早休息。森林里变得更快乐、更健康了。